新生精神康復會簡稱新生會，係一間着重精神健康服務嘅非政府組織慈善機構。60多年前，創辦人劉萬華醫生基於復原人士出院後嘅心理支援需求，創立咗新生會，開展咗支持復原人士重建生活嘅重要使命。新生會60年嚟堅守核心價值，服務網絡遍佈全港，提供全面嘅住宿、職康、社區支援及公眾教育等不同服務。宿舍服務始於1960年代，為全港其中營運最多長期護理院及宿舍嘅機構之一。本會致力為復原人士提供一個家，協助佢哋重建自理能力、自信心及社交技巧。本會積極引入科技應用，如照護記錄已全面電子化，與自動配藥機無縫連接。所有院舍亦全面安裝及使用醫健通，減少重複檢驗，提升效率。院舍廣泛設置電子資訊站，以提升服務質素，協助舍友掌握科技應用與社會接軌，發展個人潛能。1968年，本會創立全港首個及唯一嘅農業式庇護工場，為復原人士提供多元技能訓練。本會與時並進，現時已發展至提供一系列進階及社區為本嘅訓練，並發展自家製產品及品牌，展現復原人士嘅創意同能力。受社會福利署撥款資助，朗晴軒自2019年起服務自閉症青年及家庭，強化佢哋嘅社交、就業及情緒管理等能力。2009年營運全港首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安泰軒，提供一站式跨專業嘅社區支援。本會每年舉辦多項精神健康教育活動，並透過安泰軒手機程式、流動宣傳車及照顧者資源中心，令精神健康支援更智能、更貼地。新生會以分層模式，由預防到支援，全方位應對社區嘅精神健康需要，亦與不同夥伴合作推出多個計劃，期望能夠加強公眾教育，並提升學生抗逆力同自我身心健康管理能力。本會係開展朋輩支援工作人員職位嘅先導機構之一，讓復原人士以過來人嘅角色幫助有需要嘅人士。本會着重臨床心理服務，擁有堅實嘅團隊，以階梯支援模式提供服務。2024年喺政府資助下推行健康心靈先導計劃，支援輕至中度情緒困擾人士。本會已經培訓多位心理健康主任及身心健康指導員，深入社區傳遞心理健康知識。新生會重視專業發展，由香港賽馬會贊助下，賽馬會新生精神康復學院喺1997年成立，為本會員工進行持續進修培訓，並為業界提供專業課程，協助推動精神健康人才培訓及持續發展。2023年，本會舉辦咗精神健康研討會，邀請多位專家一齊探究未來精神健康服務喺變革同挑戰下嘅路向。330係廣東話身心靈嘅諧音，係向公眾推廣身心靈整全健康信息嘅品牌。本會嘅社會企業始於1994年，現時社企營運約20項業務，部分注入330品牌元素，為殘疾人士提供培訓及工作機會，推動社會共融。New Life 330係全港首個以靜觀為媒介嘅身心靈健康計劃，教導公眾持續練習，達至整全嘅身心靈健康。由2019年起，本會推出 Day Day 330行動，喺每年 Day Day 330日舉辦大型公眾活動，鼓勵大眾關注精神健康，並透過恆常活動、製作動畫、短片及社交平台，推廣身心靈健康信息至職場、校園及社區，並鼓勵大眾簽署 Day Day 330約章。2023年，本會與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推出全面同簡便嘅330健康指數評估工具，協助市民自我評估精神健康狀態。
本會嚴格遵從社會福利署嘅津貼與服務協議，堅持以專業、透明、誠信及問責為基石，致力提升服務效益及資源管理，確保長遠持續發展。喺執行委員會及各小組委員會嘅領導下，本會約1700名員工堅守崗位，一同推展關懷創新嘅服務。60年嚟，新生會推動精神健康，奠定穩固基礎。我哋以感恩的心回顧過去60年嘅服務成果，並期盼以服務的心開啟嶄新篇章，攜手各界共建330健康社區，同行60載，共創330。